有配套了。健康大片，今日天台山，头先拢来柳营火山，遮柳营火山观音庙物件，你看过大个点哈，那个后天这种，这样才看见起来了，看来也宁波塔，火山宁波塔，山区又利用这个树木，天然的肥料，天然的燃料，汽油涨价，天然气涨价了，用那个木头，用煤炭，用木头，天然燃料。我嘛做下去带就走这一段路爬高了。你看火山观音庙，你看火山观音庙。下个礼拜他会明调解，还没调解，还没啊，找老板电话找多久？再帮忙调解。火山制作，火山制作遗迹啊。